主后2023年7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就算你互我无话通讲，我也要祈求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39篇。我捌讲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才免我下子犯罪。歹人伫我面前下时，我要用喙难约束我的喙舌。我恬恬无出声，连好话都无讲出喙。我的痛苦就若加添，我的心一直烧起来。我若想火若倒，我就开喙讲。上主啊，求你互我知家己的结局，家己的年岁有偌济，互我知家己的性命真紧就无去。你互我的日子实在真短，我的年岁对你看起来差不多是无，人不过是一个气。人对我亲像影，因无用试试，实在无采工。因所积聚的，毋知啥人会得去。主啊，当我着听候什么，我的仰望在伫你。求你救我脱离我一切的过失，互我免受戆人的凌辱。因为是你互我受苦，我静静无开喙。你互我的责罚，求你甲我除去。因为你的手的毒责，我得要消灭。你责罚人，因为因犯罪；你互因所喜爱，亲像着酒桶浮去。人不过是一个气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暗耳孔听我的恳求。我流目屎，求你毋通无出声。我是以我你的出外人，甲我的列祖相款是寄卡的。求你宽容我，互我还未死以前得到欢喜快乐。就算你互我无话通讲，我也要祈求。面对歹人无咧大胆的欺压，四围的人毋若恬恬毋出声。也希望你恬恬莫讲话，这减毋是互人真受气的代志。诗篇39篇的作者，伫歹人面前，因为惊吓恬恬；伫上帝面前，因为大受气毋讲话。诗人一度祈求透过洞见人生的短暂，和掠做家己是得的虚无，以掩饰和将我仰望消弭心内的不平。毋过效果还未比流目屎祈求上帝拍破沉默、回应呼求还较好。哀伤的诗人虽然想要保持恬恬，毋过到尾需要伫流目屎中讲述。伫讲互上帝听中间受疗愈，这哀痛的目屎，互人想起花莲凤林张七郎医师的遗孀詹金基。张七郎和詹金基夫妇是虔诚热心、伫地方有好名声的基督徒。1947年，张家却伫200事件中痛失3位至亲甲经济支柱，幸存的孤儿寡母还着面对国民政府漫长的监控甲骚扰。伫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面，因毋但有苦无地讲，还随时活点死亡的威胁。张家受害的原因至今未明，毋过种种线索差不多指向因家族对地方的热心和影响力，也就是讲，拄好是因一家
热心公益，互极权统治者要赶紧甲因除掉较安心。总是遮尔大个社祸甲哀伤，并无难化涨价个信用机会。涨价后背中间逃出几若位传道者，涨价二顺辈差不多拢有听过。日是公家自律个大家阿嬷占金鸡，眠是养子流目屎祈祷个声音。承接这悲痛命运甲记忆个涨价个人，将来袂捌放弃为亲人平反。有机会就伫海内外讲述因个故事，因为遭逢即个奇变，对伊生灵变做农妇个受难家属张玉嬋，1990年伫看教派个平安礼拜中，头摆讲述当年个迄类见证。伊个坚毅自信、无怨天尤人个讲述，隔日互台湾各大媒体大报道，毋但促进社会对28事件个了解，也间接协助其他受害者找到同伴，勇敢面对即段长久以来袂当讲个过去，无形中促进台湾社会达成和解和实现公义。涨价个故事也是台湾真侪家庭个缩影。因凭着对上帝个信仰，度过莫名个苦难岁月，若要有机会讲述和受听到。个性低调宽厚个张玉嬋女士，虽然早就已经接受苦难个命运，毋过也因为栽培养育伊个涨价名誉互恢复，才将伊得到内心个平静，会当公开讲述，互听到甲理解，同时也代表名誉个恢复，对受害者家属弥足重要。每年个28纪念礼拜，愿意讲述故事个人逐渐增加，毋过，搁较仰望愿意听、用心理解、来求和解个人，通哪来哪济，互搁较济个人通伫这毋知要安怎形容个社恶苦难个世代个中，感受到上帝同在和医治。默想，上帝信息是困境中个仰望，总是热烈你，互人甲苦难脱袂了关系，真互人伤疼。这敢会是我信靠上帝，和听到苦难个障碍。上帝信息是困境中个仰望，总是热烈你，互人甲苦难脱袂了关系，真互人伤疼。这敢会是我信靠上帝，和听到苦难个障碍。咱来祈祷，主爱甲信息个主，求你保守我心柔和谦卑，面对苦难，就算毋知要安怎讲，也会当坚心倚靠你。奉主个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